立法院經濟委員會今仔審查能源管理法的修正草案，包括修法的重點是用電的大戶要強制設家己有發電的設備、甲獨零的設備。也毋過有立委是質疑講，針對用電的大戶標準無夠清楚，安怎做嘛，閣無詳細的辦法。經濟部長金明興嘛強調講，已經會甲現實的狀況考慮入去。台灣半導體產業發展快速，閣有濟個 AI 資料中心進駐營運，甲規劃擴建的計劃。毋過供電壓力的議題嘛對咧出現。經濟部推動能源管理法修正，修法重點就是包含第10條，正定要求未來用電大戶必須愛設置自用發電設備、獨零設備，也就是用電大戶條款2.0。5 枚以上的大概現在有700多家了哈，那。但是我們是期待，就是說，它可以在表後裡面自己有一些節電啊，或者是用電發電的這個能量跟能力的。好，這個期間多久？對，這都很重要啊。過去通常是5年啦。條約立委關注正議版的無法，針對用電大戶規範無明確。經濟部解說，目前是以客戶用量5枚做基準。後續會和相關的廠商討論是毋是調整，預計在無法通過了後，半年內訂主法，明確規範涵蓋範圍。後續嘛將會要求用電大戶一步一步提升自用發電甲獨電的比例。我們希望它達到儲能跟自己發電的這個比例啊，可能是剛開始的時候，可能這個比例是比較低一點，那後續慢慢的給它一個過渡期，慢慢增加。我發電要有，節能也要有啊。不是它的比例。它是容許它有一個調整的空間啦，不是說一定就是50-50這樣，不會。不過對於部分都市型的廠房也是老舊的工業區，可能受限土地空間無夠，無法度設置相關的設備。經濟部是解說，會保留阿所謂已經存在的現有廠房，將會討論綁定標準，讓廠商有法度實施。記者綜合報道。